讲到台南的阿姆卡路种的面积是全台湾上介济，也过2礼拜就会当收成咯。不过，有农民发现讲，受到这个雨水变质的影响，3、4月啊，这花开刷了后，却拢未调果，初步估计减量有减3成左右。农民透早就伫果子园内底无闲试试，用刀甲甲油来啊拖起来。不过今年因为靠旱较少落雨，3月、4月开花期结果的状况无好。欠水地数达个比因年严重，油来啊生袂大的比例嘛变悬，有个会减收3成左右。然后今年梅雨的部分也是没有下很多，所以我们今年的那个花开的比较晚，所以采收期有整个延后。然后在成长期的时候又缺水，所以它果实长不大。然后就是现在都小小颗的，然后也因为缺水关系，所以落果很严重。今年花比较晚开，然后又缺水，所以量会减少很多，因为都没有下雨啊。都没有下雨，那气候又不顺。根据台南市农业局统计，台南油来啊年产量超过9000公吨，产值大约6.4亿。今年成未少青农投入生产，种植面积增加，品质产量明显提升。台南市政府将对农民反映得个严重，表示这不是普遍的现象，不过也未达到天然灾害标准，会去观察。产量比较较延后较延后即摆咱农民有回报是有部分落果阮拢讲这是落果是自然的一个落果现象。那假使讲有这个天然灾害补助的办法咱农粮署伊会派技术员落来会勘。农民讲，油来啊的行动过程惊水，不过阁袂当无水。今年受大水祸影响，旧年水情恢复正常。想袂到今年阁拄着可旱，农民就爱阁去载水才会当引产。加上肥料顶农资材计小农中起，种作成本增加袂少。若大内区公所要伫7月23办油来啊节，希望会当协助农民行销，带动经济。记者文正兴台南报道。